云林县的农村因为人口老化，欠工是真严重，平常时至少欠超过3000个工。云林县政府第2日要办就业博览会，嘛头一届各乡镇的农会做伙，按说要来提供190个有取得专业技术性证照农务师的课。伫这季大暑的前后，拄好是离奇稻仔要报产的时阵，云林的农民正无闲。虽然即马报产大部分拢是用机器，不过一寡工课也是爱人工。你要一时一刻就较可能，无可能啊，但嘛是爱切太艰苦咧，对不对？像你来讲啊，工作4小时，然后啊无就加班电话钟啊，吼，那天气允许啊，无当做安尼啊。云林县是农业大县，不过即马人口老化，少年人拢出外打拼，造成县内农业常态性欠工数是到3000人以上。所以县府7月2日的就业博览会召开2000个课，包括各乡镇农会要找190位农务师。那这些相关的一个农务师的工作，目前的薪资是以时薪来计算，每工作1小时的话，基本工资是190元，那再加上农业部补助的50元，所以时薪的话是240元。那相关的农务师每天工作的时候，还有交通津贴50元。云林县政府罗清楚讲，农务的工课虽然真辛苦，不过农务师基本薪水比一般的服务业薪水较悬。民众若想要找头路，除了到就业会农务师专区登记，会当直接去农会问，若面试通过就当随媒合上工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